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7日，诗篇119篇141到142节，安尼讲：我卑微，互人看轻。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律例，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三角来祈祷，律法真实。公义线到永远的天边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，赏赐阮智慧甲开力，互阮伫生活中通知影如何行伫正义的路，求你互阮伫一切的困难甲试炼中，永远无失去对你的信心甲倚靠，互阮因为你圣神的帮助下面，伫任何的境况中，拢会通无惊吓来向前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坚固石盘甲悬台。主啊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软弱甲无知。主啊，阮卑微，互人看轻。毋过阮无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虽然卑微，总是伊看顾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